原本予我光平平的新北街停车场，现在拢去棚顶架设太阳光电板。比现在日头才炎热时，要予民众的车唔免晒甲烧滚滚，同时各当发电、卖电一举数得。这款三营的光电停车场3号上午正式挂牌启用，其中有位客甲2位单停规定平台拢到场见证。2、1，启动！让我们绿能永续在台南，前北停车迥盖站，我们智慧台南好停车，再创造了更多的成果。我们现在在这边，虽然太阳很大，但是不会很热。因为有这样的光电的停车场，让许多住户也好，或是过往的人来往的人，他们愿意很乐意把车子停在这个停车场。那而且不但不会发热，而且事实上还可以发电哦，不发热，但是发电不发热哦。那这个部分建制的部分是342K 哦，那可以提供当地不仅是市库每年将近20万左右的这个收益，也会让民众停车不会把车晒热。我这个触电的时候刚刚视觉性比较好但是加了这个屋顶之后，我们用一个不同的角度想，它其实是咱的车唔免跑飞咱的车唔免安尼这个日晒雨淋那又可以有光电，补充给咱的绿能说真的，我们现在就是要如何把我们的这个绿能在再生能源的部分可以做到位。高雄局长表示，目前台南并列零光电政策持续伫落外停车场来设立太阳光电系统。在标准案当中，33位已经完成22位。以新北街停车场为例，如果一档发电量49万度，等于是116户家庭一档的用电。最多的是安平区了安平区大概我们估算起来，1年可以回到区公所的大概今天大概是150万以上所以市长也是希望借由这样的这个回馈比例如果我们交通局有选到适合的场地，那区啦里啦也帮我们来这个加持支持大家来做这样的建设。新北街停车场目前正委外营运加入智慧化的设备，建立更友善热情的停车环境。新闻军旗采访过的。